台南咸水的放蜂仔炮今仔日起过，今年的炮声有400座，明仔载元宵暝，其中4座主炮声会伫咸水国中放200万支蜂仔炮。另外，台南正通鹿耳门圣母庙元宵暝会放烟火，游客是拢真期待。咸水母庙头前吊车甲一挂炮仔吊起来点火倒，实在真闹热。现场有真侪游客是全副武装，准备来买炮。 地方大部分都说，就是被风炮炸过之后，可能运气会比较好啊，然后官地也会保佑这样，所以今天想说来体验看看。23、24这2天，台南咸水蜂仔炮23透早正式起过，新桥嘛开始照景，代表国际出名的民俗活动，台南咸水蜂仔炮正式起过。今年的炮声有400座，代表台南400年意思。上大的重点是20元宵暝，4座炮声会伫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放蜂仔炮，一个会放200万支，要让民众体验刺激的蜂仔炮。不过嘛，要提醒乡亲，就要做好防护。今年的盐水风炮，这个炮程有达到400座啊，就是因为台南400，所以说每一座炮程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啊，经过这个认证之后才能够释放。每年第一个我们首重安全，呼吁大家做好本身的防护，那能够做好自己的照顾，然后呢这个热闹有余，安全也要顾到。 因为元宵暝游客搁较侪，警方伫24下晡3点开始，针对入去咸水市区的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台南元宵节活动另外一个重点是台南正通鹿耳门圣母庙会公开元宵暝高空烟火动画，配合放蜂仔炮、抢春牛的活动，到时应该是闹彩彩。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